極度憤怒。是咁的，Bandai，你究竟想點撚樣啊？由細到大，放學衝翻屋企睇電視，到儲錢買第一部暴龍機，我哋班90後邊個唔係對住部電視同太一大和佢哋一齊成長噶？數碼暴龍對於我哋嚟講唔係一盤生意，係我哋嘅童年，係我哋嘅青春。但係 Bandai 你呢？呢間撲街公司，你呢幾年做咗啲乜撚嘢啊？根本冇當過我哋係 fans，只係當我哋一班有情意結嘅水魚，一條條等住你劏嘅水魚。我由 Try 開始引你6部劇場版，劇情暴走到阿媽都唔認得，畫風又崩壞。OK， 我當你試新嘢，我忍。跟住你出 Last Evolution， 話係最後嘅進化，賺人熱淚，搞到我哋當年成班麻甩佬喺戲院眼濕濕，以為終於可以好好同童年告別。點知你轉個撚頭出套02，將所有感動、所有成長推冧晒。我屌你老母！我滿心歡喜入場，期待 V 仔秀佢哋點樣威化。點知你執劈屎我食，成套戲劇情弱智到冇朋友，新角色完全唔討好又煩交，成套戲打鬥加埋10分鐘都冇。波士戰天女獸進化完，俾人搏一下就退化。你估超人迪迦3分鐘變身啊？根本就冇心寫故仔，淨係想借02嘅名我哋班老鬼入場。仲有個數碼手環，以為自己好創新啊！根本就係電子寵物界課金 game。個手環唔貴啊，但係啲點卡出下一張又一張。今日出隻 V 仔獸，聽日出隻基爾獸，張張都要錢。大佬啊，以前一部暴龍機就包晒成條進化鏈，而家你將啲 data 拆開一塊塊咁賣，你食相唔好再核突啲。同埋你哋眼中係咪淨係識太一同亞古獸㗎咋？03嘅世界觀同深度，當年有幾震撼，你哋唔記得咗啊？04嘅武裝進化幾有型，你哋又扮睇唔到啊？05嘅大門大獸一拳打爆舊極體，呢種熱血你又唔識欣賞啊 ？Bandai，我哋班 fans 唔係要求多，我淨係希望你尊重翻個 IP， 尊重翻我哋由細到大支持嘅人。我哋想睇到有心嘅新古仔，玩到有誠意嘅新 game， 買到價錢合理嘅玩具，唔係要你將同一碗飯加啲唔同顏色嘅豉油，然後當係懷石料理賣俾我，屌你！收手啦，好嘛？你再咁樣落去，總有一日我哋班最後嘅傻仔都會心淡噶。到時你哋就攬住堆賣唔出嘅垃圾，慢慢掃銀仔啦，屌！完。